嚟到第11條呢一度呢，咁我今次亦都會示範另外一種方法去處理呢一類題目㗎。咁但係到底係咪每條題目都可以應用到呢個技巧呢？咁其實最主要就係基於同學做數嘅經驗個感覺，睇下可唔可以處理得到㗎。好啦，咁我哋睇翻呢一幅圖啦。今次其實佢就俾咗有一對嘅 parallel lines 啦。咁以及我哋中間呢一度咧就會有隻90度喺度，咁所以我用嘅技巧咧就係先轉變咗幅圖形，咁但係又要維持佢本身有嘅條件喎。咁所以咧我哋就留意翻啦，我哋今次呢一度咧就會有隻90度啦，同一時間咧我哋喺呢一度就會有一對嘅 parallel lines 喺度。咁我哋喺呢一度咧會見得到，其實 C 呢隻角咧就明顯大過 D 㗎啦，咁就即係話 C 大過 D。咁你睇翻第三句 statement 咧，佢話 A 加 B 加 C 咧就會係等同於 D 咧，其實呢一句咧就冇可能會發生嘅，咁所以第三句咧就必定係錯誤。咁睇翻答案 option 啦，如果第三句錯誤的話咧，最終個答案就必定會係等同於 A 啊。咁假如果同學就冇用到相關嘅技巧，即係我就根據翻題目所俾嘅條件咧轉換幅圖形。咁如果同學唔知道可以咁樣做的話咧，其實花時間去處理的話咧，亦都會發現第三句咧就唔一定啱嘅，因為我哋證明唔到。好啦，咁我哋就所以明顯見得到咧，第一、二句就啱噶啦。咁我哋就先睇翻第一句點解啱啊。咁你就留意翻有以下呢幅圖啦。今次咧我哋就有呢個 A 以及 B。咁同一時間咧，入邊呢一隻咧係90度嚟噶。咁你今次咧就加翻一條線，咁加線都係一個非常之常用嘅技巧嚟噶啦。咁而呢一條線咧就會係同隔離嗰兩條咧就會 parallel。咁就變相睇翻以下呢個位置，咁就一 pair 嘅 corresponding angle。咁所以呢一度咧，我哋就可以寫作為 B。右手邊同樣地啦，而家有一對嘅 parallel lines 喺度。咁以下呢一度咧就會一對嘅 corresponding angle，因此呢一度咧就會等同於 A。咁題目本身俾咗嘅入邊呢度咧就會90度嚟噶嘛，咁因此 A 加 B 咧就自然會等同於90度。第一句咧就係正確噶。咁去到最尾，咁第二句咧就必定都會正確噶啦。咁其實第二句咧就係最容易判斷嘅，因為我哋就睇翻有以下呢一個嘅圖形喺度，同樣地有一個嘅 parallel lines，因此 interior angle 咧分別就為 C 以及呢個 D 啊。咁你 C 加 D 咧就會等同於180度，咁就證明得到第二句咧都會係啱嘅。咁啊最終咧就更加肯定到個答案就會係 A 啦。